理想的白话文，上口的白话文。本篇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是白话文，但参用了许多文言的字眼。例如，群居在风前悠悠地飘着，鱼群的沙杂声在你的耳边挑逗。我能忘记那初春的秘密吗？冒着冷去薄霜铺地的林子里闲步，这道上有的是青印与梅草，这里多的是巧转的鸣琴等等，都是文言的字眼。白话文里用入文言的字眼，与文言用入白话的字眼一样，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问题，只有适当不适当，或是说效果好不好的问题。要讨论这个问题，可以从理想的白话文该是怎样的说起。白话文依据着白话是谁都知道的，既说依据着白话，是不是口头用什么字眼，口头怎样说法就怎样写法呢？那可不一定。如果一个人口头说话一向是非常精密的，自然不妨完全依据他的说话写他的白话文。但一般人的说话往往是不很精密的，有时字眼用得不恰当，有时语句没有说完全，有时翻来覆去，说了再说，无非这一点意思。这样的说话，在口头说着的时候，因为有发言的声调、面目与身体的表情等帮助，仍可以使听话的对方理会，收到说话的效果。可是照样写到纸面上去，发言的声调、面目与身体的表情等帮助就没有了，所凭借的只是纸面上的文字。那时候能不能也使阅读文字的对方理会，收到作文的效果，是不能断定的。所以在写白话文的时候，对于说话不得不做一番洗练的功夫。洗是洗濯的洗，就是把说话里的一些渣子洗去；练是炼铜炼钢的炼，就是把说话练得比平常说话精粹。渣子洗去了，练得比平常说话精粹了，然而还是说话。这就是说，一些字眼还是口头的字眼，一些语调还是口头的语调，不然写下来就不成其为白话文了。依据这种说话写下来的，才是理想的白话文。文字写在纸面，原是叫人看的，看是视觉方面的事。然而，一个人接触一篇文字，实在不只是视觉上的事情，他还要出声或不出声的念下去，同时听自己出声或不出声的念。所以阅读两个字是连在一起拆不开的。现在就阅读白话文说，读者念与听所依据的标准是白话，必须文字中所有的字眼汉语调都是白话的，他才觉得顺势调和，起一种舒服的感觉。不然好像看见一个人穿了不适合他的年龄、体态、身份的服装一样，虽未必就见得这个人有什么不好，但对于他那身服装，至少要起不舒服的感觉。而不舒服的感觉是会减少读者与作品的亲和力的，也就是说会减少作品的效果的。把以上两节话综合起来，就是白话文虽得把白话洗练，可是经过了洗练的必须仍是白话。这样就体力说是纯粹，就效果说可以引起读者念与听的时候舒服的感觉。反过来说，如果白话文里有了非白话的，就是口头没有这样说法的成分，这就体力说是不纯粹，就效果说将引起读者念与听的时候不舒服的感觉。到这里可以解答前面所提出的问题了。白话文里用入文言的字眼实在是不很适当的，而足以减少作品的效果。那么本篇作者为什么在本篇里参用许多文言的字眼呢？这是由于作者文言的教养向来深厚，而又没有要写纯粹白话文的自觉，不知不觉之间就把许多文言字眼用进去了。叫他另用一些白话的字眼来调换文言的字眼，他未必不可能，他只是没有想到要不要调换。本篇里不单是字眼，就是语调也有非白话的。例如想象那一流清浅，更不凡殷勤问讯两句便是。这两句都是词曲的调子，如果用在词曲里是很调和的，现在用在白话文里就不调和了。想象那一流清浅，这样的说法白话里是绝没有的，更不凡殷勤问讯的后面白话必得有个了字。作者把词曲的调子用入白话文，缘由如前面所说，也只是个不自觉。这种情形不止本篇有，除其白话文差不多都有。因为一般作者文言的教养向来深厚，而又没有要写纯粹白话文的自觉，大都与本篇作者相同。
但是理想的白话文是纯粹的，现在与将来的白话文的写作是要把写的纯粹做目标的。必须知道这2点，才可以阅读初期白话文而不受初期白话文这方面的影响。或者有人要问，现在国文课里文言也要读，这就有了文言的教养。既然有了文言的教养，写起白话文来，自然而然会有文言成分从笔头溜出来，像本篇作者一样。怎样才可以检出并排除这些文言成分，使白话文纯粹呢？这是有办法的，只要把握住一个标准，就是上口不上口。一些字眼汉语调，凡是上口的，说话中间有这样说法的，都可以写进白话文，都不至于破坏白话文的纯粹。如果是不上口的，说话中间没有这样说法的，那便是文言成分，不宜用入纯粹的白话文。譬如约朋友出去散步，绝对不会说我们一同去闲步一回。走到一处地方，头上是新鲜的树荫，脚下是可爱的草地，也绝不会说这里头上有青荫，脚下有梅草。可见闲步、青荫、梅草是不上口的。又如你只能循着那锦带似的林木，想象那一流清浅，这句在口头说起来，大概是你只能沿着那锦带似的林木，想象那清浅的河流。可见想象那一流清浅是不上口的。只要把握住上口不上口这个标准，即使偶尔有文言成分从笔头溜出来，也不难检出了。到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说，譬如董仲舒有句话，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，这明明是文言的语调。可是从前董仲舒有句话说，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，这样的说法却是口头常有的。口头常有就是上口，上口就不妨照样写入白话文。又如知其不可而为之，一语出于《论语》，语调也明明是文言的。可是某人做某事是知其不可而为之，这样的说法却是口头常有的。口头常有就是上口，上口就不妨照样写入白话文。前一例里的正其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，所以上口，因为说话说到这里不得不引用原文。后一例里的知其不可而为之，所以上口，因为说话本来有这么一个法则，有时可以引用成语。在引用这一条件之下，口头说话并不排斥文言成分，纯粹的白话文当然可以容纳文言成分了。这与前一节话并不违背。前一节话原是这样说的：凡是上口的，说话中间有这样说法的，都可以写进白话文，都不至于破坏白话文的纯粹。现在再就字眼说，如《易经》里的否与泰这2个字，表示2个观念，平时说话是绝不用的，当然是文言字眼。但经学或哲学教师解释这2个观念的时候，口头不能不说这样就是否与这样就是泰的话，他或许还要说经过了否的阶段，就来到泰的阶段。在这些语句里，否与泰这2个字上口了，就把这些语句写入白话文，那白话文还是纯粹的。试看这2个字怎么上口呢？原来与前面所说一样，也是由于引用。在小说或戏剧的对话里，如果适当的引用一些文言成分，不但没有妨碍，并且可以收到积极的效果。例如鲁迅的小说《孔乙己》里，叙述孔乙己在喝酒的时候，把作为酒菜的茴香豆给围住他的孩子吃，一人一颗，孩子吃完了1颗，还想吃第2颗，眼睛都望着碟子。孔乙己就着急说：不多了，我已经不多了。又看一看豆，自己摇头说：不多不多，多乎哉，不多也。这里的多乎哉，不多也，是从《论语》的君子多乎哉，不多也引用来的。从这2句的引用，可以使读者读了好像听见了孔乙己的口吻，因而想到他原来是这么一个读过几句书，半通不通，却爱随便乱说的家伙，这就是所谓积极的效果。然而这2句所以能放在孔乙己的对话里，也因为事实上确然有一种人爱把书句放在口头乱说的，故而与上口的标准并无不合，这节对话还是纯粹的白话文。以上对于纯粹的白话文说的很多，无非希望现在与将来的白话文的写作要把写的纯粹做目标的意思。塔翠郎的心得。
白话文上口不上口，顺口不顺口，就看是说人话还是不说人话。你把你写的文章念给一般人听，慢慢念。要是大多数人一听就懂，那就是说人话，就是上口。至于引用文言、包括成语，最好是能不用就不用，一定要卖弄，也最好是在后面用人话解释一下。